照亮你无畏，留住我来救你。留住我来救你，这是真好的信息。好，咱煞遮咱要来敬拜学乐，咱请咱的投影片放来咱第一张，第一节的圣经节。咱来读这个圣经节，伫罗马书8章38节。好，来习惯是亲，还是拜了受造的地，拢总让端咱天上地片，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片。搁紧啊，来，在前面，来，伫即来讲，好，咱来读哥罗西书3章16节。对，是基督的道理，充满你心，用心用我，用心的心，找大事找钞票，对稳定的心来活络上帝。即个咱同齐来念，咱同齐来念，我的心你着活络住，我的心你着活络住。心里就落住，就落住灵更新命。我的心里不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就落住。我的心里就落，同齐起来好无？咱来念即首就随的时光吼，咱家己起来，甲飞起来，咱的心真欢喜，咱的心里咱来，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咱的上帝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就落住，我主，我的心里就落住。将咱的双手举起来，我主，我的心里就落住，我主。我的心里就落住，我主，我的心里就落住，我主，我的心里就落住。好，咱煞遮咱来读即个圣经者，咱来读罗马书8章38节，是管是亲，也是拜来受造美，拢袂当去给上帝的听，就是对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。咱知耶稣听我，我知你。耶稣听我，我知你。因为记在伊圣经，细汉囝也是人者，耶稣会听惜命命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伊圣经。耶稣听我，伊有时有将天门开到你。我的罪过已洗净，可以洗净你来的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心里。耶稣听我三工行，离我身边的行呀，我若听伊甲落话。
咱搁来领受第三册的经节，伫以弗所书6章18节到19节，咱同齐来读。因为基督的温柔，时时来到，以前的一个为着隆重的圣徒，分求无亚神，也替万有，互我家己吹，好大来讲，互人知福音的奥妙。为着好做人的天才。这是保罗对咱的提醒甲关心吼，即个咱来为即个土地我的信心祈祷。为即个土地我信心祈祷，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天上。为这写字，我谦卑恳求，愿主是我命，互阮骨肉地球，愿全人体的上帝，你心骨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。拢离开阮心中，愿全人体的上帝，你旨意地食，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全能体的上帝，的上帝，你心中降临。愿颂香甲悲伤，拢离开咱心中。愿全人体的上帝，你旨意地写，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愿全能体中。的上帝，愿全人体的上帝。心所降临，愿颂香甲悲伤，拢离开阮心中。愿全人体的上帝，你旨意地写，愿毋忘甲喜乐，永远踮阮心中。心来祈祷，主必听阮的阿爸的上帝，阮的心神学了摇花，少年你伫阮心中一切有典，你用仁爱甲慈悲做阮的冕旒，用逐项的好美祝阮的心愿。阮一世人少年你献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恩典甲听，阮的心神要学了你到无煞。愿阮会晓得踮伫你的内面，在你的旨意到满满，互阮所行下日子，互上帝欢喜，一当因为好事结果子，搁拜上帝哪久哪进步。愿阮对阮的心底所吟的学乐甲祈祷，得着上帝你的欢喜甲接纳，敬虔拜咧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那这请坐。
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救援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带，我袂大摇动。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这时咱拍开圣经诗第4首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全能的上帝，阮为着你对阮隆重的圣道赐落奇妙的恩典，对心内大大的欢喜甲感谢。你竞选逐世代的圣徒来做你的门徒，做你来所用的器具。伫这世间要做光做盐，主阮恳求你，互阮得到信心的气力，会当坚守阮所信的，顺探你信的诫命，甲你生活的教示，互阮会当自头到尾拢得到安尼的恩惠，通亲接你的国度。主，你是阮生命中唯一的救主，阮伫遮要献上阮的祈祷，要献上阮的恳求，求主你搁一届来清起阮的心，嘛求主你保守阮教会所做的事工，拢照着你的定着的运行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忠心服侍伫教会顶面，互阮会当对上帝你所领受的，伫阮的性命内面来显出来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求你继续看顾阮泸州教会，互阮伫操作新的牧师的中间，会当安静阮的心，互阮会当同心来祈祷，互阮会当搁一届看到上帝你为阮所备办的是上好的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今日的一切的敬拜甲礼拜，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愿主你接纳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
咱来启应，拍开神圣诗后壁面，启应文29篇，诗篇119篇，是1052啊。迄条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因为无通指责，坐车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趁上主的教示。坐车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追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我受教，我受管管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假设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。我爱学主的款式。爱
上帝互咱的10条诫，搁一届来表明咱的信仰。第一诫，我你毋通有别个上帝，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挑剔偶像，第三诫，毋通含三成摇花你的上帝的名，第四诫，着你安息日守伊做圣。第五诫，第六诫，第七诫，毋通行奸淫，第八诫，毋通偷窃，第九诫，毋通做假的奸情，陷害你的厝边，第10诫。毋通甘心。请坐。这时，咱来看今日的圣经节，记载伫罗马书、罗马人书第10章第1节甲第10节。现着我来读，恁来听。第1节，兄弟啊，我的心所喜爱、所替因对上帝求的，就是因会得救，因为我为着因做干净，因上帝有热心，总是无照真的知识，因为因毋捌上帝的义，爱立家己的义，就无降服上帝的义。因为基督做律法的结尾，得到义归伫敬那神的人。因为摩西写讲，人行迄个对律法的义的，要对伊来活；若是对神的义，是亲像安尼讲，你无伫心来讲，是水要上天啊，也是水要落深渊啊，就是要带伫基督对死人中起来。伊到底讲啥物啊？是讲言语是近伫你，是伫你的喙，伫你的心，就是阮所传即个神的言语。就是你若用喙认耶稣做主，用心信上帝，互伊对死人中起来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用心信，得到义；用喙认，得到救。以上。我们邀请骆坤宏牧师来为咱讲道，伊的主题是因信称义。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通伫遮甲咱三甲敬拜上帝。转来到泸州，若像转来家己的厝共款，因为我伫泸州原来住几啊年吼。所以有真侪熟悉的兄弟姊妹，即种感觉非常的好，感谢主。今仔日咱要透过圣经来想一个咱感觉上较严肃的题目，叫做因信称义。伫讲道内先，请咱搁一遍同心合意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你甲阮三甲伫地。因为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阮常常在挑找一个会通互阮专心倚靠，会通真正带来望的问题。虽然阮已经信靠你，总是阮犹原继续努力，在挑找会通帮助阮建立坚固的信仰的一条路。主啊，阮相信你的圣神要伫阮的心内做工，要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得到主你的恩赐，真正伫你面前称做义来得到救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采取一段宝贵的时间，来三甲思考主你的话，安尼恳求感谢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因信称义，我想咱捌听过嘛吼。
捌听过人举手，捌听过哦，哦，捌听，所以咱大家拢知影吼。啊，因信称义是咱信仰的迄个核心啦，吼，咱的核心。啊，咱信靠上帝，才会通称做义。总是咱知影，教会伫第1世纪建立，一直到后来成做罗马帝国的国教。安尼伫个千多年的过程中间，因信称义这个道理，拢去互人忽略。保罗伫罗马人书甲加勒泰书，拢讲起因信称义这个道理。拄仔我讲，伫千多年的教会历史中间，拢去互人忽略去，是因为什么关系？就是因为教会成做罗马帝国属下的一个上界大的信仰团体，所以对伫这个团体经营的过程中间，就产生这个所谓的教改制度教阶，哦，啥话叫做教改？伫咱改革中来讲哦，无这个代志。但是对天主教还是东正教来讲，这个教改是非常分明的代志。教改就是上大的是教皇，搁落来有红衣主教，搁落来有地区的总主教，然后还有地方的主教，啊了后就是这个神父、修女，所以这叫做教改啦。啊，每一个阶级所有的这个官兵无相款，所以教会伫千几年的过程中间，发展出来这个教改制度，对伫教会信仰产生真大的影响。特别伫迄个时阵，得强调教皇的官兵，讲伊是对伫耶稣基督接受彼得。然后到伫这个教皇的身上，这个官兵是啥物？就是你伫地球所捆绑的，伫天里也要捆绑伊；你伫地球所讨绑的，伫天里也要讨绑伊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人的生死是毋是会通得救，也是落地狱，在什么人的手底？应该是伫上帝手底对吧？但是伫天主教的这个教改制度下面，变做教皇的官兵，所以教皇伊就产生一个叫做教皇无谬说，教皇无谬说，意思就是讲安怎呢？教皇咧做啥物代志拢无错误啦，一定要甲上帝共款，哦，啊，所以包括伊的话嘛拢无错误。所以当时教会应该要遵守的是圣经的观点，但是因为这个教皇无谬说了后，变做安怎呢？搁较要紧的，看教皇安怎讲啦。所以教皇的教义就成做全体教会拢爱遵守的代志，安尼就造成一个真大、真可怕的事。所以伫千多年来，咱知影人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来得到救，所以叫做因信称义嘛。但是这个教改制度下面变做安怎呢？你爱苦修，哦，所以发展迄个修道院，你爱苦修，爱克己，克己苦修，我想这是个人的意愿问题。但是教皇将这个克己苦修，甲伊定做是安怎？一个人要称义的条件。安尼就奇怪啊！是安怎奇怪呢？以色列人自领受摩西的这个律法了后，因就遵守摩西的律法，
因为透过遵守摩西律法，要成做称义的人，要成做一个得救的人。拄啊，咱伫咧读罗马人书第10章第19、10中间就讲起安怎？讲因为摩西讲啊，恁若遵守这个，就要得着救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守摩西的律法，是人生中间第一要紧的代志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是毋是会通得着救。所以犹太人因就真认真在传授这个摩西的律法。咱也有接触过犹太人的这个思想，也是讲因的信仰，包括因的生活，咱就知影犹太人真谨慎啊。照旧约圣经内面所讲的，讲恁爱将这个律法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。哦，所以每一年，因至少拢爱甲这个律法册读一遍。若读一遍，爱伫厝内面常常甲这个厝内面的这个人，包括讲因的囝儿逝世，包括因兜在做奴仆的人，就是住伫因兜在生活的人，拢爱共同来认捌律法，遵守律法。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第5章39节伫迄个所在讲安怎呢？讲恁查考圣经，因为恁掠做其中有啥物？有因果。连耶稣嘛肯定犹太人，因这世人伫这个摩西律法顶面安怎样咧讲究？因为这就是因会通得到永远活的一个条件。但是圣经搁再甲咱讲，讲无人因为遵守律法来成做一个完全人。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安怎？无人因为遵守律法称义。哦，咱知影圣经在讲义，甲这个完全，哦，是有时候是等同的，哦，也是共款意思。所以无人因为遵守律法来称做义，这是犹太人因真清楚明白的。因为伫中间常常流传一句话啊，讲安怎呢？世间无有一个好人，连一个都无。这句话咱伫圣经常常读到，对无？所以犹太人嘛真知影，世间无一个好人，连一个也无。安尼咧讲，等于就是咧讲安怎？犹太人拢咧守律法，拢毋茫通过守律法来成做一个好人，成做一个义人。但是另外因的了解就是安怎？无一个好人，连一个都无。安尼是毋是真矛盾？安尼是毋是真艰苦？我一世人遮尔认真咧守律法，但是袂通得着救，因为我无因为行律法来称做义，真艰苦，对无？所以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咱因为信靠耶稣，咱会通称做义；因为信耶稣，所以咱得到永远活的保证。这就是耶稣来的意义嘛。但是教会对伫第1世纪一直来到这个16世纪的时阵，这个情形竟然拢无变啊！因为教皇讲安怎呢？你若要得到救，你安怎爱去苦修、苦待自己呀？哦，互你家己的心灵会通伫迄个所在得到清洁。这件毋是搁倒转去犹太人的老路上。哦，犹太人本地就拢安尼咧行嘛。若是因为
即马伫教会内面，对初代教会一直到16世纪，也搁咧强调安尼啊，耶稣来咧创啥？耶稣来就变作无意义啊！但是耶稣来绝对毋是无意义嘛，伊来是要改变人即种的困境。你遵守律法，袂得通得到完全，啊，这毋是干那咱一般的观念安尼。咱知影耶稣咧传道理的过程中间，无人来请教耶稣这个问题。咱伫圣经内面看见一个少年官，啊，别人讲是少年的财主，哦，不管是少年的财主也好，还是这个少年的官也好，伊来问耶稣一个问题，讲先生啊，人要安怎样才会通入上帝国？咱知影上帝国甲永生嘛是同款意思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讲。先生啊，我着怎样行，才会通入上帝国？意思就是讲，我着安怎行，才会通得到永远活啦。耶稣大声甲伊问的是啥物？耶稣反问他，哦，讲，律法所讲的是啥物？哦，这个少年人真清楚啊，因为因自细汉的时阵就受到家庭教育安尼咧教。大汉了后，还佫有这经学师咧甲因指导，所以真清楚，伊就讲安怎呢？讲律法所讲的，就是安怎，然后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听主你的上帝。无毋对，啊，佫刷落去咧，讲着爱听人亲像家己。这嘛是咱咧讲的律法的总拳头的两个概念，第一个是听上帝，第二个就是听人。耶稣讲：“哦，你讲的无毋对，照安尼去行。”这个少年人哦，足有自信的。讲先生啊，我自细汉就拢照安尼咧行，啊，还有啥物需要无？哦，问题重心啦。这个少年人自细汉就照律法所讲的，真心真意真力听上帝，啊嘛佫听人亲像家己。伊讲伊有照安尼咧行，但是伊佫问耶稣讲：啊，安尼我还佫需要做啥物？其实你问这句话是要表示讲安怎？你说的我都做到了啦，哦，啊，我都做到了，我应该得到永生了吧？哦，我既然拢做到啊，我会通得到永远活嘛？哦，咁抑佫欠啥物？伊的意思是安尼。当时耶稣甲伊讲安怎？讲真正，你抑佫需要安怎呢？变卖你所有的去真济送养人，然后呢来跟对我。最后这一句才是重点。你头前做这个，是你做一个人，基本上爱做到的。所以你若无做到这，你就不是人了。哦，所以这是你做人的基本。但是你要得到永远活，需要安怎？跟对主耶稣。安尼咱可能会感觉讲，啊，做人的基本。做甲即款的，安尼抑佫袂通得到救哦。做甲安尼啊，抑佫袂通得到救吗？无毋对，咱的信仰就是甲咱讲，做人的基本是安尼，啊，你做甲安尼是拄拄合格做一个人，安尼。但是你要得到救，这是另外一个更较悬层次的需要，所以。这个更较悬的需要是啥物？你要学像上帝啊！你得要学甲亲像上帝安尼，才是完全啦。所以你头前做的这个功夫是安怎？伫人顶面完全，但是你也无亲像上帝遐尼完全。所以你爱亲像上帝遐尼完全，安尼你才会通得到。咱毋通了解，这是一个个案哦。你搁再看到约翰福音的时阵，伊记载到另外一个老先生，
这个老先生甲迄个少年人哦，是完全拢无同款的，因为这个老先生伊已经是年高德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伊的德行真悬啦。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，伊是犹太公会内面的成员，也就是伫犹太人中间迄个最高阶层的人。啊，伊佫是安怎？佫是一个教法师，啥个叫做教法师？教法师就是经学师啦，就是用摩西律法来教化所有的犹太人啦。所以一个身份这么尊贵、德行这么高超的人，伊嘛来问耶稣同款的问题：要安怎样才会通入上帝国？是安怎？这个老大人，伊来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伊一世人做犹太人的教法师，用律法伫遐咧教示百姓，伊家己会使讲是这方面的专家才对，哦，伊是大师级的人物啊。但是大司级是大司级，伊感觉心内嘛是无把握，伊家己真清楚。伊到这个年纪啊，伊也无把握会通入上帝国，所以一定要为家己来挑找会通进入上帝国迄个门路。所以伊半暝来找耶稣，主啊，我着安怎样行？耶稣甲伊讲安怎？讲你若无定头生，你就袂通入上帝国。所以定头生也就是得救，同款的问题。用的名词是无共款啊，尔。所以对这个老大人来讲，伊的需要是啥物？因为伊的时日无多啦。吼，咱知影人若到一个年纪了后，拢会讲安怎？过一日减一日啦，拢会安尼想啦。所以想讲啊，我已经到这个年纪啊，吼，搁活嘛无偌久啊，所以若袂通得着救，安尼我枉然一世人在努力。所以无论安怎，伊一定要找着得救的门路。伊问耶稣，嘛是问着人啊，所以伊嘛找着路啊。所以伫遮咧，甲咱讲一个真正的事实是啥物？不管你偌有钱啊，不管你偌有地位啊，不管你德行偌悬啊，你若无甲耶稣发生结连，无伫主的内面。你拢袂通得到永远活，你拢袂通得到救。所以要得到救，一定要甲耶稣有关系，也就是信靠伊。所以信靠伊，才会通得到救。拄仔咱咧讲，教会安尼行到16世纪的时阵，拢啊是模模渺渺，因为除了教皇讲的你爱苦修以外，伊搁再甲你制定一条啥物？世间人同款拢有罪啦，你搁苦修嘛是有罪啦，这是共同的认知嘛。所以要解决罪问题安怎？来买赎罪券，哦，你大罪就开较侪钱嘞，你小罪就开较少钱嘞，拢免想讲你唔免开钱，因为你若免开钱，你就免想要入天国。这就是当时教会安尼决定的。所以马丁路德伊真可怜的，伊伫修道院内面认真得苦修啊，甚至安怎，逐日都去爬迄个教堂，吼，迄个修道院教堂的迄个阶梯啊，每爬一站就承认一项罪，伫迄个所在来祈祷来求上帝赦免，安尼毋茫讲会通得到救，安尼咧苦修啊，终于啊。到伫1517年，伊有一天伫遐咧爬迄个阶梯的时阵，上帝光照伊。人得救是因为信来称罪义。伊忽然间全个醒悟起来，倒转去到伊的房间，拍开圣经，就看着罗马人书，因信称义得到。
所以开始做什么？开始宗教改革。好，顶礼拜日就是宗教改革纪念日，所以就开始宗教改革。宗教改革了，跟对伊的人后来成立的教会叫做信义宗。信义宗就是因信称义，所以伊叫做一个宗派。伊毋是变做罗德宗哦，照讲伊改革会变做罗德宗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毋是啊，因为伊讲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，所以对伊开始。教会界产生一个真大的改变，后来叫做 reform， 叫做归正教会，啥话叫做归正教会？就是路行唔对去啊啦，即马该安怎归正，倒转来正确的路得行。所以咱所有的改革中的教会，拢称作归正教派，也是讲抗议中就是。咧抗议迄个罗马教会做迄个错误的教师，来扭曲即个信仰的本质。但是改革了后，咱爱思考的就是因信称义到底是咧讲什么？多咱已经讲啊，就是爱信靠耶稣嘛。用迄个少年官的问题，就是安怎？伊来跟对耶稣，所以跟对耶稣，相信耶稣，透过安尼来做什么代志？今仔日咱拢叫做什么？啊？咱拢叫做基督徒，对无？啥话叫做基督徒？就是基督的门徒啦。用较白话来讲。就是基督的学生，基督的学生要学什么？就是要学基督，效法基督。你要学基督，学基督了后，你学好成，安尼才是成功。我会记得我初读神学院的时阵，那是40多年前的代志。伫台中有一个澳洲的医生来台湾来行医，伊伫台湾做一件台湾人拢无做的代志，是啥物呢？伊就是专门收容当时伫台湾的所在真流行的一个病症，叫做小儿麻痹。患着小儿麻痹症的家庭若毋是真好势家庭会安怎？会放弃迄个囡仔呢？甲伊带去无人教的所在，当作拼伫野外，还是拼伫街路。所以这个医生，伊就专门去找这个人来甲伊照顾伊的病，就来照顾这个小儿麻痹。所以后来人知影，厝里若有小儿麻痹的这个小朋友，就送到伊的病院去，互伊照顾。所以伫遐伊照顾40-50个小儿麻痹的囡仔呢。伊除了照顾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小朋友以外，当然伊是医生啦。所以若有人上门来求诊的时阵，伊嘛是爱看诊啦，所以就爱看，看这个患者的病。真侪患者散车，来看病了后，药仔摕来写字咧，甲医生讲啦，医生我无钱，欠你后纸才互你。医生就好啦，你转去。结果有行伊无，10个9个无行的啦，变好啊，就做伊去啊。所以后来伫台中的人，拢叫这个医生叫啥话呢？叫耶稣，因为伊是咱主内的一个医生，伊是伫迄个基督徒聚会处在聚会，毋是聚会所是基督徒聚会处。
爱是对澳洲来的一个教会，所以伊也咧做。人人看到伊，拢叫伊耶稣，结果伊啥物名煞无人知啦。因为大家看到伊就叫耶稣，所以互我有一个真深的印象。人要学耶稣，爱学到啥物款程度？咱的社会咧看耶稣是安怎咧看？所以这个医生，伊用听来接纳所有一切这个病痛的患者，这个无人疼惜的小儿麻痹的小朋友，完全的付出，伊也阁教养这个小朋友。所以去学校无方便，伊就请老师来伊的店教这个小朋友。为因办夏令会，为因办迄个棒球赢，你会感觉奇怪袂？小儿麻痹的囡仔会拍棒球，我甲你讲，我做因的教练，所以因确实会拍棒球，只不过是因拍棒球的规矩，甲咱一般的棒球的规矩无共款所以伫即个代志顶面，就是安怎？因信称义是啥物？就是要互咱信耶稣、学习耶稣、亲像耶稣，互人甚至甲咱看做是耶稣。所以因信称义毋是啥物高深的道理啦。当然，伫神学上来讲，相当高深啦，你爱做研究的啦。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题目。但是咱爱清楚了解的是啥物？拄仔咱有讲旧约时代犹太人咧做啥物？咱有看见讲初代教会一直到16世纪进前，教会因所教导的信仰到底是啥物？这中间咱产生一个真大的误会。当时的这个基督徒拢对信仰无真清楚的理解。比较大家拢陷落伫迄个真恐怖的迄个心理，大家拢惊讲伊做到安尼，毋知会通得救也未。所以唯一的保证是啥物？你若买赎罪券，你就有保证。不管你犯啥物罪，反正你只要买了赎罪券，问题就拢解决啦。但是因信称义绝对毋是安尼。耶稣是安怎会甲犹太人讲恁查考圣经，因为恁掠做迄中间有永远话，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，耶稣讲安怎？甲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意思就是安怎？圣经内面有永远的道理，但是永远的道理是伫耶稣的身上来成全，因为是这个道理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因信称义，就是咧甲咱讲安怎？咱伫圣经所信的无毋对，它是正确的。问题就是你若甲耶稣排除在外，安尼这个正确的道理甲你无关系。你一定要甲耶稣有发生关系，你要去经历耶稣的拯救，安尼你才有真正的把握啦。赎罪券你买搁较济，袂通帮助你改变什么。歹人你手底就是捏一杯赎罪券，有啥物路用？你嘛是歹人。敢会因为这赎罪券你买了后，你全变做一个好人？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耶稣甲伊讲安怎？甲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但是犹太人有疑问啦，啥物疑问？因为耶稣无守安息日啦，因为安息日竟然咧治病，耶稣的学生嘛无咧遵守这个律法，因为安怎呢？因食饭无洗手啊，所以看起来耶稣哪亲像安怎颠覆了这个律法？耶稣甲这个律法哪像拢安怎背道而驰？所以因认为耶稣是要废掉律法，总是耶稣讲喏，错了，
我来毋是要废掉律法，是要安怎？隆中成全。啥话叫做隆中成全？这句话就是甲咱讲安怎呢？过去咱伫律法顶面，咱所用的心，咱所用的气力，咱所有认真打拼要做的这代志，只有伫基督内面才会通得到成全啦。所以脱离基督，就无法度通去成全这个。我搁再用一段话来讲，保罗伊家己亲身经验这个，咱知保罗伊家己自我介绍，伊讲伊安怎是便雅悯族的人，对无？犹太人，顺的土哦。第二个安怎？伊是上界严格的教文法利赛人，因为伊的老师就是法利赛的宗师啊，伽马列，所以伊学识非常的丰富。自少年的时阵，伊就是为着法利赛人所咧执行的这个宗旨，伫迄个所在的努力，所以看见基督徒安怎，好像跟因的信用背道而驰，伊就安怎掠基督徒，是毋是安尼？伊掠出家己是一个少年一派不做第二人想这种想法呢。所以伊安尼遮尔威风，总是伊伫哥林多前书内面，伊家己咧讲伊的状况的时阵，伊讲安怎？讲看我会做人，我所爱的好，我无来去行；我所无爱的歹，我偏偏去做。哎呀，之最会通救我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啊！一个遮尔优秀的犹太人，遮尔优秀的法利赛人，遮尔优秀的宗教信仰热诚者，伊感觉伊上虔诚，但是对不起，伊家己最后扪心自问，讲啥会通救我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？用感谢主，加在伊叫耶稣光照啊！所以信靠耶稣啊，所以得到圣神的帮助。伊讲安怎？但我即马凡事拢会。啥话叫做凡事拢会？就是进前在怨叹，讲我爱做的好，我无来去做，伊即马会啊，有力啊。啊，我所无爱做的歹，我会通唔去做啊。我得到自由，得到讨棒。这就是保罗伊的亲身经验。所以现身说法来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阵，这是一个上好的注解，感谢你。所以咱今仔日拢是一个基督徒，咱认真在侍奉，咱定定准备好势，希望会通见主的面。但是，请咱犹原搁一遍三角来思考，你有甲耶稣发生迄个结连也无？你有经历耶稣的拯救也无？若无，咱咧讲的信仰拢是空谈，拢是无路用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邀请耶稣进入咱的心，进入咱的内面，改变咱，互咱会通亲像保罗安尼讲安怎？感谢主，但我现在凡事拢会通做。愿主祝福咱大家，大家按头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阮一世人认真打拼，伫信仰顶面得憔悴。总是主你甲阮讲，人是因为信来得到称作义，也因为承认信，所以会通得到行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将这款的恩典赏赐伫阮的中间。愿主你继续引带保守，互阮踮伫你内面，永无离开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吟圣诗第149首，咱请起吟全首。
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这是咱来念经句，伫手部的下面，台语咱念一遍，请人用心性，得到得义，用随意，得到得着救。罗马人书第10章第10节。这是我来介绍新朋友，今日有一个新朋友江如海弟兄，咱请起立。来欢迎你。伊住伫咱光华路安尼吼，欢迎你逐礼拜会当来甲咱斗阵做礼拜，请坐。哦，正经的吼，佫有带一个小朋友来甲主持哦，欢迎欢迎。这是咱来拍开酒报，我来报告本会消息，因为咱内政部规定爱个人的资料的收集的安全维护管理办法吼，咱请会友会当合作写个人的资料同意书，若还袂写的，请到楼骹干事遐摕，吼咱望咱会当配合填写即个同意书。第2项就是本会今日邀请骆坤宏牧师来敬祷，咱阁一摆来感谢。等者咱来举行11月份的庆生会。第4项就是咱今日下晡5点半要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同工准时出席。11月份起，每礼拜3暗时8点的查经祈祷会，咱小会邀请陈宇光牧师主礼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11月初9暗时
10点半要举行敬拜赞美培训会，咱请所有的赞美团队成员踊跃出席吼。再来11月初10，后一个主日是台湾圣海医的奉献主日，咱请兄弟关心代祷。第8项就是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，规划每年度的事工预算，然后准备旧年的事工报告，伫个12月31进前交互办公室，方便小会来审查，甲编列会员手册。拜三暗早间，这拄好有报告过。会计报告的部分，咱家己来看。具体相通，请大家伫个逐工甲主连结的时，会当举手代祷的手，举起代祷的手，为遮个人来代祷。以上，即是咱来举行庆生会，请11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较头前来。芙蓉、素桂、纯心、金龙、正宗、怡珍、芳玲，无登记伫遮的，王清祥，无登记的人，若是11月生日的，嘛欢迎你甲头前。今日2个代表，金龙伫楼骹咧算钱。若11月份的兄弟姊妹拢会使欢迎甲头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长老来颁发生日的礼券。我来补充一下，咱的牧师娘骆牧师娘有伫咱中间，咱拍鼓来欢迎伊，好无？感谢牧师娘，来欢迎。这是咱的吟马变诗圣诗397首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，咱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密道闭会，